Hello，你好啊！歡迎你今日嚟到我嘅塔羅小屋。你可以揾一個舒適嘅位置坐好喎，慢慢嚟。係，首先同你自我介紹，我叫 Yuna。係，Cindy，好，Cindy 你好，今日好高興可以為你服務。咦，Cindy 你今日係帶住咩問題嚟㗎？睇下我可唔可以解答你嘅煩惱。你想知道關於你未來嘅事業？好啊，請問你目前喺邊一間公司度做嘢㗎？OK，明白。好，咁一陣我開始洗牌嘅時候，你心入邊專注諗住你想問嘅問題，諗住你未來喺呢一間公司會點樣，諗住呢一間公司嘅名，專注咁諗住。好，咁我依家開始洗牌啦。請你放鬆咁諗住你要問嘅問題。塔羅牌同你做緊一個連結。
可以停啦。好啦，Cindy，依家用你嘅直覺，左手喺你面前抽3張牌出嚟，心入邊諗住你要問嘅問題，你將來嘅事業。好啦，我依家不如我哋一齊睇下。好，第一張牌，呢一張係錢幣騎士嘅逆位，左手邊嘅第一張係代表我哋過去，而中間呢一張代表我哋嘅現在。中間呢張牌係聖杯3嘅正位，而最右手邊呢一張牌係代表我哋嘅未來。未來抽中嘅牌係魔術師。等一陣啊，等我哋嚟一齊睇下你抽中嘅塔羅牌，佢講緊啲乜嘢？
錢幣騎士。左邊呢張牌，佢嘅意思表達住用好勤奮嘅一個態度去開拓命運，而佢逆位牌嘅意思係代表防守意識好強，而且冇特別嘅一個明顯嘅進步，甚至會停滯不前，可能處於一個一直都冇進展嘅位置。而呢一張牌講緊你嘅過去，可能代表住呢一份工作令到你有困境、有困惑，甚至有一啲阻滯，令到你前進去你嘅方向目標好模糊，停滯不前。我哋再睇下中間呢一張牌，聖杯三，佢有3位少女。聖杯三，佢有3位少女，3個一齊舉杯，好似慶祝緊一啲豐收咁，亦都喺度分享緊一啲喜悅嘅衝動。而且呢張牌上面，佢係有夥伴一齊行動，共同喺度慶祝緊一種喜悅。過去可能有一啲原因令到你停滯不前，但係目前慢慢嘅趨勢，你開始感覺到團隊合作嘅氛圍，包括同你同事一齊，甚至解決到一啲問題，或者同事、上司相處得好融洽，係一個周圍環境好愉快嘅一個氛圍。我哋再睇埋未來趨勢嘅呢張牌。係魔術師正位。
魔術師，亦都係塔羅之間嘅一張大牌。你會見到呢位男士好有自信咁樣喺度準備大展身手。咁你見到佢台上面有宇宙最重要嘅四大元素：權杖、錢幣、寶劍同埋聖杯，代表住佢已經擁有咗一切，擁有一個好似魔術師可以百變嘅能力。佢隨心所欲就可以控制一切嘅能量，亦都代表住佢有無限嘅創造力，代表住可能未來有一啲行動即將要準備到來。呢張牌話你聽，可能喺未來，你喺你的工作上面，你會發揮到你嘅才能，甚至好熱情，或者你會出現好多唔同嘅一啲諗法，而且可以幫助到你自身嘅工作，亦都可以好輕鬆咁樣駕馭到，會有唔錯嘅成績。所以綜合喺呢三張牌嚟講，你過去雖然可能經歷一啲困境，但係慢慢你會同身邊嘅環境、身邊嘅同事慢慢咁樣融合到，甚至有一個團隊合作嘅力量，好開心嘅氛圍。而且未來嘅發展，你亦都可以發揮到自己嘅光芒，好似魔術師變魔術咁樣啊，Cindy。係。你想知道，如果未來你有冇機會可以再上升？好嘅，明白。咁依家你可以再加抽一張牌。心入邊諗住你想要問嘅問題，用左手再抽多一張牌。呢一張牌係權杖一啊，Cindy。等我哋睇下權杖一代表啲咩？
象代表住好有動力、行動力、熱情，係火嘅元素。咁呢一個權杖一，佢有一隻手握住象徵住生命力嘅一個權杖。你見到佢後面亦有一座城堡咁嘅建築物，代表住佢遠方有想要達成嘅目標。呢一張牌呈現係獲得想要嘅事物嘅熱情嘅一張牌。呢一張牌嘅正位，佢亦都有一個新嘅挑戰，代表住一個有新嘅目標，並且好有熱情、好有衝勁。喺未來呢一張牌，佢顯示你喺事業上面係會有一個好有衝勁、好有活力嘅工作表現，而你可以透過你嘅行動力去呈現你嘅能力。因為啱啱亦都有講到，你有一個好好嘅團隊，你可以同你嘅團隊一齊去合作，做一啲引領，做一啲指導，然之後好似魔術師咁發揮你嘅光芒。喺未來，你睇牌中呢一個牌陣，顯示你可以晉升嘅機會亦都係好大嘅，但係你要好好捉緊呢一個機會，用實際嘅行動，甚至運用呢個好好嘅團隊去幫你達成你要嘅目的，就好似呢張魔術師嘅牌一樣。好啦，請問 Cindy， 今日我有冇解答到你嘅煩惱呢？明白。希望你聽完我講嘅嘢，可以努力去實踐你想要嘅嘢。希望我講嘅說話可以幫助到你。你有需要，你可以隨時再搵我。多謝你今次嘅體驗。